OK，房產證面積一共係224方，一共係做咗4房2廳3衛1個廚房。其中主臥雙套房嘅設計，可以話係滿足咗我哋對屋企，不論係老人以及小朋友嘅關心同埋關懷啊。業主豪置咗一共係150個 W 嚟裝修呢個單位，將成個單位裝修成咗現代輕奢風嘅風格。大家可以睇一睇呢啲裝修細節，係咪無時無刻彰顯住業主非同一般人嘅品味呢？樓下10萬方嘅商業 KK One 以及零距離嘅地鐵口，咁嘅單位係咪滿足咗我哋對所有豪宅嘅一般定義啊？中意嘅朋友右手邊點讚加關注，後台留言啦。咁係咁先，拜拜。